版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新闻，我是嘉豪。有新什么大事台，头先就来报您知。陈建仁也含新的内阁团队见面，另外一个立法院的在野党团也拍算要邀请赖清德去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行政院推出早期防治条例草案，网络平台就爱设法律代理人。另外，诈骗集团内面了边仔拿准交人协助办案，有机会免封关。有人假做6年性保镖过脑讲的名义，伫网络替人叫因言未发布。目前性保镖已经8回强调唔通去防骗。新总统赖清德5月20特别上任嘛，这内阁也进行交接。行政院长陈建仁下晡也特别和未来行政院长杜英泰也有相关团队见面。陈建仁表示，期待新的内阁团队呢，会当互更较侪重要法案伫立法院通过。另外，立法院已经有在野党团提案，来邀请赖清德去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台湾在不在？准行政院长杜英泰甲新内阁成员行政院长陈建仁先甲大家做伙比台湾站。陈建仁表示，总统蔡英文任内陆续推出节能减碳、兴建社会主体等真侪项重大民生政策，希望新内阁的团队会当善用各国沟通机卡，互更加侪重要法案会当伫立法院通过。您的这个性格特质就是很适合沟通的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在那个一定可以有很好的跟立院的这个沟通。519口罩拿掉这件事情，对人民来讲，口罩拿掉比什么都高兴。那这也代表过去蔡总统带领在苏前院长跟陈院长任内，为我们的防疫以及疫后的种种。赖清德都还未上任，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都已经小连刷提案，想要邀请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而且已经排定后礼拜57日院会议程。若是形式是要随问随答、通问通答，还是报告刷就当离开？国民党团表示无预设立场。我们都没有预设立场，我们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来朝野协商的时候共同讨论之。10时暗时，赖清德要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请51个党籍立委，暗搁互外界解脱趁机会备战国情报告，先做演练。民进党团特别买会。这个参会是为了让大家加油打气，然后彼此交换意见，没有要针对特别的议题。吴思瑶表示，赖清德真关心立法院的动态甲运作。赖清德较早是上强的党团干事长，予伊真侪鼓励甲指导，伊阁一直看念安怎团结作战。若民进党伫立法院会表决16连败，吴思瑶是讲实事少，表决会输，暗阁论述袂使输。民进党会愈败愈战，累积民意上界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5月20进前，美国军舰今年第3届通过大海。美国海军第7舰队昨暗就发出声明，讲后一只飞弹驱逐舰海尼赛号会照本地行程通过台湾海峡。另外，海军陆战队陆陆78、79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联用操演。陆军的空港训练中心也伫咧大坪湾执行6角山的训练，验证国军的实力。运输机车库透早飞过屏东大坪湾水域顶面，陆军航特部伞兵陆续为1250尺的高空跳落来，验证官兵伫各种地形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另外一边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海军陆战队66旅，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联用操演，出动乌鹰目击船直升机甲 F-16 IDF 战机，瞄准地面北区射击。模拟以优势火力协助地面部队，也毋过规模为以早的2甲2枚，缩减做1港1枚。对着5日空总统就职进程引起联想。另外受关注的也有今年第3度航经大海的美国军舰。美国海军第7舰队并且78暗发布声明，表示旗下一只伯克级飞弹驱逐舰埃尔赛号以既定行程通过台湾海峡。对此，咱国国防部表示，美国是例行航行，目前台海4口围的情势稳定正常。这属于自由航行。那国军呢，对于每舰通过台湾海峡这一部分呢，
都全程及时的掌握，状况是非常正常的。对于有利于趋于和平稳定的各项行动，我们都给予支持。也毋过，强军继续说了，特别规工国防部征晓5架次强舰、23架次强机伫台海事区活动，其中有3架次无人机甲无人机飞过海峡动线，出伫伫咱国西南空域。而五连片上近只有58海里，面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议员关切，若强军犯台夺出大积电，对美国有啥物影响 ？It would be absolutely devastating. 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buys 92% of its leading-edge chips from TSMC in Taiwan.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指出，中国一旦掌控台积电，也会冲击美国。台积电是台湾的战略资产，美国需要协防台湾，无落入北京之手。针对台海局势，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佮指出表示支持台海和平稳定，无愿意看到任何危险可能改变现状的野史作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福建含连江县这回推出号码当城通卡，内面各有人民票300块。这马祖民众若去到中国福州，会当有一寡优待，甚至县长交代这交通旅游局乡公所就要协助办理。外界认为讲，这就是一种统战。陆委会表示，连江县政府确实有斗3工。考抗了后呢，是无甲民众的雇主交出去，那准是要办或者是唔办，马祖民众家己入去中国再来做决定。摕号码当城通卡，我咪笑容这张卡将马祖有名的地标巨型马祖像当作世界重点。这张卡是由中国福建的福州市政府发行，互马祖民众入境福州的时，享有坐公共交通、指定饭店住宿等的优惠。马祖同胞推出福马同城通卡，马祖同胞可持卡享受福州全市范围内公共交通及指定酒店住宿优惠。中国为了推动号码当城生活圈，福建省人民政府推出惠台13条措施，号码当城通卡就是其中一项优惠。连江县长王忠明也伫各地并且大文宣告这项代志，也交付交通旅游局委托乡公所协助办理，请民众提供身份证字号等的字，互外界解读这是一张统战卡。明显的用经济红利来做统战，而过程中它所隐藏的其实是国安危机。在这件事情上，不应该只以台湾本岛来去看，应该是以这个马祖人的需求，同一个生活圈来去看待。学者认为，中国想要用小利益来换大利益，那爱注意卡片的治安疑虑，也有国安等政治风险。这不只是治安的疑虑，这根本就是一个国安的一个渗透啊！它就是用一种优惠，一方面是收买人心，一方面是要创造一种省对省的一种，我觉得叫低阶对应的关系，把你从国对国的关系，把它降阶成为省对省。连江县政府有跟我们联系，好，那我们有提醒他，这个是很可能触及到两岸条例33条之一。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说，他们不会把各自送过去。陆委会表示，连江县政府确实有代办行为，迄当时联系陆委会，经过陆委会通知涉及两项条例，可肯组织了后，除了贴条官网代办信息，也无将雇主交出去。另外，个人申办监视触发，因为无明确法规有待建议。连江县政府回应，只提供地点甲方式，请乡亲入境中国时，以个人意愿自行申办。记者综合报道。立陶宛12要选总统，想要拼连任的瑙塞达伊说讲，爱甲这个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台湾改做是台北，来稳定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外交部长吴钊燮今日表示，目前无变动，也相信未改变，强调台湾和立陶宛之间的关系不会出问题。我们跟立陶宛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有问题，我们的台湾代表处不会被改变的。特别是因为外交部长吴钊燮有关保证，咱国伫立陶宛的住处未改变，因为立国的22举行总统大选，当争取连任的总统瑙塞达最近佮单出应该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改名做台北，以稳定立国甲中国关系。毕竟咱国2021年设立的立陶宛住处是欧洲唯一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迄当时互中国强烈施压，中立关系更加降做台半级，即马是引起台立友谊有变化的讨论。立陶宛因为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经常性的有一些讨论。那这个总统本身他也讲过几次不太一样的这种话。那但是这个是涉及到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吴钊燮指出，后面涉及两国的协议，咱国未接受改名，强调对台立关系有信心。甲咱国继续友好，也有日本。
接受蔡总统颁奖大受敬星勋章，伊是日本前国务省大臣、国防长崔秀夫，万2摆派驻台湾为台日合作积极奔走。孙总统大强调，也接见崔秀夫，毋望台日深化合作共创双赢。崔秀夫大使跟各位大家的努力之下，台日两国的邦谊能够更好，人民的感情能够更密切。我们都面临着这个同样的严峻的这个国际环境的，能合作的地方我们就应该要合作，多这个交流的地方多交流。崔秀夫专程伊练党的中文致辞，其实伊也是前驻中国大使，生涯中捌派驻中国失败，累积大量人民，也毋过对中国态度一向强硬，奉叫做中国属境的查某人。崔秀夫表示，家己退休了后担任大学教授，研究台湾甲两岸问题，希望以后会当为台日交流贡献家己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新北市发生这国中3年的学生呢，甲人挂颔棍的案件，少年法庭3月2日甲涉案的这2名未成年的一男一女移送检方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以专案事证充分明确，今仔依照杀人罪嫌起诉这2个人。这新北地检署4月12日收案了后呢，检察官侦办21天，今仔依照杀人罪嫌，甲这2个少年囡仔起诉。检方也因为这少年事件处理法、儿童及少年福利加权益保障法等规定，无提供2位少年囡仔的起诉书。无来对这个案情加做说明，敢若证实讲这2个是互依照杀人罪嫌起诉。花莲县政府伫咧2016年，甲这个控照税对1栋10块增加到70块，引起业者不满，和县政府一直拍官司，一直是拍到这高等行政法院。这8年县政府是输20届，提出大法官解说，或者是声称再审拢互驳回。目前这花莲县政府也决定要先予业者2亿元税金。花莲县的控照税在2016年大幅调悬，有业者认为讲，这超出税法30%的起诉限制，就来提告。官司拍到当时已经废当，县府连续轰判20摆的败诉。那如果一直败诉的话，那可能在行政程序上面必然有它的瑕疵存在，机关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政府机关科税依法有据，能够让民众安心跟放心。一年大概耗费400多万元的这个诉讼费用，那我们一直呼吁县府要停止诉讼，不要再新讼了。终于愿意只写认输我们认为让社会大众也能够知道这个实际的状况。花莲县政府在2009年订定花莲县控照开采特别税自治条例，对上早期的每1栋4块，一步一步调起到10块，一直到2016年大幅调悬到70块，引起业者的反弹。但是县府8年的官司拢输，替大法官解说也是申请再审嘛，拢互驳回，决定要退回业者2亿元的敲定税款。针对这个8件的那个诉讼案，矿石税的诉讼案件，然后我们会依照判决的意旨来处理。那目前业者有不同的想法，那还在沟通中。目前大概卡关在哪里？高层还在谈，内容也还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目前都还在协议中啦，这样子。对。等下税务局讲会照判决持续和业者来沟通，按算退还的款项会以县府税价存的来支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桃园才发生失电的意外，台电是强调是故样，唔是欠电。另外有企业的董事长是建议讲，核厂、核四厂会当装芬兰 OL3新型核电机组，提供稳定的电力，而且会当降低这电价。不过台电是回应讲，芬兰的机组无想的遐尼好，成本唔那悬，那计算起来一度电是要到3块。核协董事长董子贤进行提议核电厂营业，建议伫协议核四厂区内兴建芬兰213新型核电机组，除了提供稳定的电力，也可以当降低平均电价。这个基础其实它比原来预期要在完成的基础，它延宕了12年，所以它中间也发生了它的试水的叶片也裂掉了，又重新再延宕了哈。那最后它的整个成本其实是它原来新建的3倍。所以我们大概试算出来、分析出来，它一度电池的成本其实也将近3块钱。奥尔基洛托核电厂3号机是全球第3大反应炉，水式设计，发电量更加大，而且更加安全，可以当降低电费。
台电强调已经派190人推扫专案巡检，嘛搁再讲，最近桃园停电事件是因为外力天灾甲设备故障，地需短时间停电，若是欠电，毋是故障，无可能这么紧修理好。电力这种意外事故造成的哦，实在台电真的是委屈了，真的不是台电，也不是缺电的问题，这个台电在这个做这个处理哦，大概全世界哦没有人复电那么快的啦。这个大家可以去比。台电讲对比去年同期，同地区的停电次数其实有降低趋势。面对下季用电高峰高压，安怎准备因应？台电表示，陆续有新兴能源加入，伫核电退役了后，整体供电量能也是比去年增加。记者综合报道。第43届行政院文化奖今日举办颁奖典礼，得着奖人有对日本时代到现代诗人林兴泰，也有注心推动建筑文化资产保存概念的成功大学建筑系名誉教授布条庆，也有摄影家黄吉中。下过日本时代到现代的诗人林兴泰战后成立历史社，帮助迄时阵互人奖笔以华语创作的作家。林兴泰去年9月过身，即阵着第43届行政院文化奖，由伊的查某囝台湾文学馆馆长林金力领奖。虽然战后林兴泰也敢若会当用华语创作，但是林金力讲，日语甲台语也是因老爸上熟悉的语言。所以差不多甲80年代的时阵，伊当阵就开始，伊当阵佫无标准化，所以就开始用台文来写。台湾建筑文化资产保存概念，这几年开始受重视。成功大学建筑系名誉教授布条庆是重要推手。1983年，伊为美国回来，发现社会无重视文字保存，互伊落决心注心推测文字保存概念。迄个台北的林安泰古厝，即迄阵本来徛伫迄个敦化南路顶悬，因为要拓宽即个敦化南路，所以甲拆掉，搬厝。因为迄阵也无法令，也无足济人咧做即款代志。留下珍贵的人物影像，第3个得奖人是摄影家黄义中。黄义中的摄影作品以人物纪实为主，记录地方百姓甲土地之间的关系。透过伊的镜头，大众会当用新的角度认识台湾这片土地。你幸运的能够拿起相机来都拍到一些愿意面对我镜头还充满了信任我，然后发出内在的那个微笑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创作者，有一半呢都是他们的配合第43届行政院文化奖颁奖典礼，初到伫台北市中山堂举办，由行政院长陈建仁、文化部长苏德颁奖。陈建仁讲，文化是国家的灵魂，因为这阵文化界先辈会坚持甲打拼，咱的文化才通活泼发展，代代流传。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讲到歌厅秀是70、80年代上界穿的表演模式，其中南宝石大歌厅是迄当时真有代表性的场所。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年第3届以歌厅秀做主题，台基台也参与协办，要彰显这歌厅秀风格表演，希望带大家登记到迄个时代，也甲台湾上界在地歌厅秀文化展现出来。天天开心，天天开心。黄西田徛伫台顶唱伊代表性的歌曲，若像登去到使人怀念的歌厅秀年代。780年代歌厅秀是真侪老一辈的记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年规划真爱秀南宝石大歌厅表演，彰显歌厅秀华丽表演、笑开对话，也有和观众的互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表示，今年是因举办歌厅秀表演的第3档，除了彰显歌厅秀的表演形式，也专工邀请无同世代的歌手合作，毋但要复兴歌厅秀的文化，也要介绍。少年辈，即爸爸妈妈讲，以前伊细汉时阵是伊的爸爸妈妈带伊来看，即马是伊带伊的爸爸妈妈甲伊的囡仔来看。阮即马是想要甲老歌星甲新的歌星，大家做伙同台，像台上是新旧同台，台下的观众嘛是新旧同台，做伙看。艺人乌龟认为，将歌厅秀的文化找倒转来，毋但是服务对这个年代有感情的观众，也望提供少年辈歌手更较侪表演的舞台。希望能够开发一些让我们很多歌手能够留在台湾唱的，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你说真的，叫我们过去参金秀的人歌来唱歌，没有几个像西田大哥的肺活量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就培养下一代的经典人物。
捌经过歌厅秀年代艺人黄西田和乌龟拢表示，较早歌厅秀一套表演拢会做一段时间，一礼拜、一个月，哪做哪修改，才会有愈来愈好的品质。若要彰显歌厅秀的精神，未来应该照这个形式落去办，唔是办1-2天尔。因嘛希望这款的表演形式，唔但伫高雄，其他县市也通有，彰显较早歌厅秀伫北部、中部、南部拢有一片天的盛况。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今年德国的柏林音乐 MV 奖另外选出160条歌的 MV 选集，其中歌手邵大伦的《大脸》伊的台语歌呢，变身也入选，唔那是唯一的台语歌，也是这几年来头一个入选的台语歌曲。変身我也不懂，変身我也不懂，现在与世界需要咱来保护啊！大地的 hero。像放假内底变身做超级英雄，是真侪人做囡仔时拢有的梦想。这条歌变身的演唱者邵大伦大脸，讲伊一直拢足爱看英雄放假，嘛真介意日本1980年代托克萨兹风格的卡面拉达等等，总算有机会呈现伫2023年出一支嘴的专辑当中。变身也伫今年德国柏林音乐 MV 大奖当中受肯定入选银幕选集，是160支 MV 内底唯一的台语歌。影片会当伫夜展览内面吼来去放送，我感觉这对台湾嘛是一个真好的宣传，吼啊对台语嘛是一个真好的宣传。你讲哦，原来台湾话加这个日语。甲斗阵过会当做出这种歌，啊，伫咧遐放送，互人听到这个歌，我感觉这是我进前咧制作唱片的时候拢毋捌想到的。大脸表示，会当互世界听到台语歌是足公平的代志。变身这条歌用摒扫、本色、分类等等的意象，来比喻济平凡的代志，希望鼓励伊的囡仔尽本分、认真面对本项事。嘛，希望大家拢通像歌曲内底变身做阿骨朵，用拍袂倒的精神面对外界纷纷扰扰，嘛通为保护别人、为世界设想。你做会到的代志，咱尽量就是即马现主时甲咱的本分的代志甲做好。然后呢，每一个大人嘛会当做囡仔的 superhero， 咱拢会当互家己一个愿望，就是讲我要做别人的 superhero， 会当去保护别人，为着别人来设想，为着这个世界来设想。变身这条台语歌结合1980年代昭和放假演唱技巧 ，MV 的特色之风格真心实引起济民众的兴趣，到当已经有20万的点阅率。这届德国柏林音乐 MV 大奖主办单位以影片的创意甲艺术性肯定变身这条歌，嘛打算会伫德国时间6月12暗时7点，伫咧柏林音乐 MV 大奖影展当中向全世界放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联邦快递有一台对法国巴黎出发的波音767飞机，拜三伫咧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要扣落来时阵，却因为这头前的卡架无法度放落来，伫输扣落来时阵，这飞行机头去撸着涂骹喷出火星，加载无造成意外，事故原因也等咧调查。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这架波音767的飞机紧急降落了后，客机包嘅主起落嘅出现几秒钟，无偌久机片就侧拢伫涂骹开始青烟，好在在机身后壁是完全停落来，救援车随过去转消风波，确定无进一步造成灾害危险了后，两个驾驶嘛对他们爬出来。这个事故是车被发生伫伊斯坦布尔机场，迄当初这架联邦快递波音飞机到的时阵，发现机片的起落其实故障无法度放，随通知塔台，后壁伫塔台引导之下顺利降落。Uçağın pistten alınması gerçekten şimdi söylememiz çok zor bir şey. Önce soruşturmanın bitmesi lazım. Arkasından hava yolunun uçağına ne yapacağına karar vermesi lazım. 这个事故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造成伊斯坦布的机场单一跑道暂时关起来。土耳其当局已经针对事故原因开始调查。联邦快递是表示讲会提供需要的资讯配合调查。波音767是常常看到的飞机机型之一。发生事故的这台飞行机机龄要10吨，去年6月达比航空一台机龄22吨的小型波音717班机，嘛发生正相同的意外。伫无将起落架的状况之下降落，调查发现事故原因是部件断气。
波音客机最近几年是定发生事故，2018年到2019年是连续发生2件伫起飞了后，就摔飞行机的重大空难，造成346个人无命，嘛，互737 MAX 系列客机拢互停飞。无想到复飞了后，今年1月，共系列的机型佫发生苍茫落气的事件，安全设计和品管是引起真侪质疑。一个前品管的主管上心逼料指出讲，波音的机身定定有真严重的问题，有当时甚至会当找到2把的缺失，但零件供应商强烈赔清。波音是故作评论，公司新闻将回面编译。讲到这巴黎奥运，全部到80天就要开始咯。即马这盛会已经对希腊送到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由128年历史的庞船贝伦号，甲这盛会载入港，现场有23万人来看。也那这总统马克宏和奥运的组委会主席也拢亲身去到现场迎接。经过12天地中海的海上航程，将奥运盛会为希腊运到法国的历史古船贝伦号，在1024架军队的迎接之下，慢慢驶入马赛港。现场马上响起国歌《马赛克》，帮昂贝拿30烟火选去法国空军巡逻兵飞行表演队，用空中训练式喷出昂贝拿30彩烟，让现场群众看甲眼气一直咧学乐。这是法国为1900年、1924年8年了后第3摆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盛会由奥运金牌游泳选手马纳杜去里假扮迎接，到阵了佫交予帕运短跑冠军凯塔，佫传予法国人之歌手奖，以为点到盛会台。Merci beaucoup, merci à tout le monde. En tout cas, je suis très fier de faire ça ce soir. Et la grande force à Marseille. 这是奥运盛会史上头一摆经由海路的方式到主办国，总统马克宏加奥组委会主席艾斯坦格拢伫现场迎接。艾斯坦格指出，会选择马赛做盛会到位的第一站，唔那是因为这是法国上老的都市，同时也是因为这是希腊人所建造的。盛会团队驶入古港的规路线。围观的群众是客家十统统，车路四周的建筑阳台厝顶也拢是人。Depuis ce matin, oui, on est resté ici à attendre depuis 8 heures. Elle aussi, elle, la dame aussi, et tout le monde. Eux aussi c'était là depuis 9 heures. Ça va jusqu'au Paralympique, c'est important de signaler. Voilà, c'était magnifique, merci. J'ai bravé la foule et tout, donc vraiment c'était vraiment une ambiance, enfin c'est vraiment une euphorie en fait d'assister à je pense à cette occasion qui va se présenter qu'une seule fois dans une vie en fait. 暂时一个免费音乐会甲宴会表演，为早甲暗系列的庆祝活动，和马赛港加做大型的派对现场。为了安全，当局出动8000的警力维安巡逻。奥运盛会初九开始为马赛出发，陆续有1万架飞机受接力，传到法国各地甲海外6个领土，最后伫7月2日到巴黎参加奥运开幕式。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新天调保护罗马教廷，抑个教宗本人的34名瑞士卫队，按照传统伫咧初六宣誓，要入去做这个护卫士兵，不只是好看头尔，而且佫爱符合真侪条件，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正大声的鼓吹声响，青白暗领，阁有蓝色、黄色、红色小插，明显文艺复兴时期的特色服装。头顶有红帽头盔的教宗新护卫士兵，以庄严阁整齐的步伐，慢慢踏入梵蒂冈圣达马索的内院，按照世俗宣誓入伍。这队瑞士卫队是保护罗马教廷甲教宗本人的护卫队，伫1506年1月2日正式成军。因捌伫1527年5月初6的罗马兵变的时阵，为着抵抗汹汹泛滥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5世军队，当时189个瑞士卫队，到尾敢42个人活掉的。教皇嘛，因为安尼会当走出来，为了纪念147个牺牲的瑞士兵，教廷甲每年5月初6定做护卫队的纪念日。
高中护卫士兵是这个世界上上细的军队，拢总敢若110个成员。今年征调34个新兵内底，拢总有16个人讲德语，16个人讲法语，2个人讲意大利语。新兵的基本条件包括是瑞士人，年纪爱伫19至30岁，天主教男性教徒，伫瑞士捌做过兵，还未结婚。毋过年满25岁，而且服役超过5年，就会当结婚。身高爱174公分以上，有良民证，家己有专业，也是高中以下的毕业文凭。因任职的期限是2年至25年。全世界出名的瑞士卫队，伊的制服甲一般军装迷彩服装无共，因是由20世纪瑞士卫队的军官朱利斯·雷彭德伊所设计。听讲伊制服设计的灵感是想到文艺复兴时期另外一个出名的画家拉斐尔伊的壁画。Overall, obviously, we look very medieval in this kind of attire, but we do have modern weapons, we do have modern technologies, we do have other technologies at our disposal that we just don't show that often, or that we try to keep a bit discreet, because this is our formal attire, our ceremonial attire, and this is very much also for a ceremonial day. 这个士兵的衫啊，拢是手工做的，一领衫顶悬有42粒紐啊，天的时间爱39点钟。每一个瑞士兵有冬天甲热天的制服，也佫有丰富的护帽，另做佫加头盔甲铁甲，全身有3公斤半，这原来是游客翕相的焦点。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听人伫咧讲，这拆价将关在，毋过拆迁就该败。面对国内诈骗的问题，行政院今日通过《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草案，定出达到一定规模的网络广告平台业者，伫台湾就要设立法律的代理人，而且有配合防止诈骗的基步，违规者上悬会当罚到2500万。若准情形严重者，共管会防列管。另外，也要增加一条了白条款，也就是这诈骗集团内面的人呢，有人出来自首招认协助追查，就有机会变防掠去关。警方伫街仔都压制查某人互逮捕，伊涉嫌对抖音甲查某人骗80万。甲查甫人扣来，甲车手控制好条，被害人落一起带群组的假投资骗局，会当看到这诈骗的信息伫咧网络的社群世界拢是。行政院查到是通过打诈专法，草案一大重点就是对大型网络广告平台业者爱负责任。法律代表人现在这个新的规定内落地以后，那能够来配合一起来共同打诈。金钱法如果还是没有效果，情节严重的话，限制接取或停止解析，这是最后手段。打诈专法的全名是《诈欺犯罪危害条例》，要求大型的数位平台伫台湾设法律的代表人，爱负防查的义务，依拄诈骗的广告，帮助执法机关3天内提供必要资料，包括 Google、Meta、Line， 那有可能伫规管名单内面，只要无遵守，上悬会当罚2500万。若更较严重的，甚至要面对封网。Google 回应讲，新法公布了后，会进行研究。我们看国际的趋势，大概都是用每月独立的访客数占全国网络使用者比例这样子的方式。那这个可能是要到这个条例立法通过之后，那我们根据这个条例会再来公告。同一个诈骗行为，诈欺所得1000万以上，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3人以上共犯诈欺，又结合假冒公务员、广播网络散布，都加重其刑至1/2。若是伫咧源头管制，面对金额真大条的诈欺犯罪，嘛提悬刑责加重处罚，佮启动强犯互因家己去乱，提出间谍条款，只要自备自首，也是供出主犯。到掠到幕后的总假认主使者，也是到查到全部的犯罪所得，就会当得到减刑，甚至是免刑。打诈脚步需要再加速，那以专法来防诈再进阶。来减少民众的被害。这摆的执法大武器，除了打诈专法，还有包括科技侦查和保护法、政治防治法、通信保障和监察法嘛，拢有进展。明定立管虚拟货币个人背商，伫法官授权了后，嘛当发动 GPS、M 货车这科技侦查的工具。四个法案拢总送伫法院审议，未来成效会是安怎是正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听人讲一句话，讲嘛爱神嘛爱人，除了去庙里烧香拜拜祈求平安以外，咱家己本身也着爱拍拼。最近就有人伫咧网络顶头利用这龙年门圣保镖过脑讲的名机，讲会当替人求姻缘、斩桃花，甚至是卖法宝等等，而且这费用是拢开真悬。目前已经有5个人向圣保镖反映，庙方也讲绝对无这款的服务，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去防骗。壁刀顶头结婚相大家满，正统龙年门圣保镖烦恼看姻缘名声真透，总是请真侪人来求红线。不过即摆伫网络顶，煞有人用庙的名义，讲会当开单做法，帮助人感情稳定，甲斩桃花。陆续团主民众互人骗，甚至连国外信众嘛险互人拐钱。我们就经常争执吵架嘛，然后就是他看到这个他就去问嘛。后来他有跟他说，不知道就是什么一个什么类似祈福包什么东西，要跟他收15000块。我就说，所以我去柜台问就会知道你们。他说对，没有错。然后他说没有这个人。我们的家人给他申报了各来跟钱5000块。骗民众，安尼我感觉无。那咧失志，咧无迄个吼不如意的时阵，当然。伊就会讲啊，这有通好求吼，咱来求看嘛。网络社团的业者强在拢用有法师伫庙内帮信徒办事，加持的骗术，再去想办法叫人买法宝收费用，金额对2000到1万块拢有。实际到这间庙内干那点灯求红线尔，并无其他的服务。不过到今尚无已经有5个人向庙方反映，嘛有2个人互人骗钱，庙方出面赔回讲这是诈骗集团咧骗空。我是一个正信的这个公庙。所以我无咧做迄种法事的这个代志安尼，阮遮吼你若要求烦恼、求姻缘、求好贵人缘，你拢爱亲身来到阮圣保庙来。如民众发现受骗，请提供相关事证，本分局将依法侦办，并呼吁民众可以同步利用脸书及相关社群网站检举功能。针对假烦恼咧骗钱，警方呼吁受害者出面报案。庙方嘛指出，有任何问题会当直接去庙，也是打电话做询问，以防诈骗事件搁发生。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有一位网称叫做小菊的朱菊神，伊利用 Deepfake 技术，甲几多位女性的政治人物名称的面呢，即去到这个色情影片内面，利用安尼生一个赚钱。最高法院昨驳回上诉，小菊向依照告诉法定罪判刑5年，袂当使用罚金代替，另外1年8个月刑期会当改罚钱。这受害者呢是有上百人遐尼济，所赚到乌心钱要上千万。最高法院认定依期2审判决。也通知检方启动防盗机制，另外同款放伫做被告的小菊的助理，互判刑4年6个月，会当用罚金来代替。台北市的警察局长张英兴洪也讲，去年5月底有甲网咖的角头老大，也就是青山宫的主委黄清源等人私底下见面食饭。张英兴是背回讲是议员邀请伊来参加这公务参会，唔知影讲这黄清源伊会来。也那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警察局有汇报，一切拢是依法处理。嫌犯逃走的最后一步，警力动员机场掠人。落网的黄清源是青山宫的主委，也是网咖店角头，牵涉到枪头顶案件，找来互人躯体告案。啊，不过即卖也出警界高层甲伊有联络，去年5月底搁真接做伙食饭。画面内底查甫人就是现任南港分局长张耀仁。代志发生迄当时是台北市警局的公关室主任，参加参会人也包括万家分局长董欣欣，连台北市警局局长张英兴，也有台北市民政局长陈英德拢在场。我事前完全不知道黄清源会在场，而且那我是第一次偶遇到他，坐在那边也如坐针毡。我跟他谈了，也只能谈公会庙会。对于未来这个青山王公祭的这个安全维护，我是事前知情的，要讨论到青山王祭的活动，我就去参加，就这样。我是不是讲的我根本不知道。陈英德回应，事先是知影，是为了讨论青山王祭才去的。颠倒是张英兴亲上火线陪会，是议员邀请出席公务的参会，拄去拄到黄清源翁仔某，事先唔知影，事后有用书面报备。请食饭的台北市议员陈建中找到原后出面说明，是万家在地人拜托讨论活动的相关补助甲治安的维护。那事先并不知双方有
谁一定会到，有谁一定不会到。我觉得对警察局长，我再三说，真的很抱歉。我想一切我们就依法依规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乌白两道共道食饭，引起外界对质疑的声音。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相关的情况，警方拢有汇报，一切拢是依法照规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3月发生这苏丹红事件，涉嫌进口国家蓝苏丹红色素的咸姜仔粉卖出去的丁赞加工等6间公司，今日获高雄地检署依照违反食安法提起公诉。这6间公司的负责人含5名涉案人员呢，也互依照违反食安法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法院伫下晡4点半召开姓李也佮姓吴负责人的接押庭。这姓李的负责人以200万交保，也那姓吴的负责人是以50万交保。警方来到集团姓李负责人占卜的厝内，伫客物件间发现2000多万的现金。高雄地检署自3月初起继续追查苏丹红事件，其中姓李实际负责人甲姓吴名义负责人，互法院羁押禁见。后手搜索复杂也查扣涉案被告等人总计1亿3000多万财产。期间，检察官并依法申请查扣被告等人名下各类财产，金额达1亿多元，并已主动通知行政执行分署同步查扣被告等人财产，以确保后续刑罚及行政罚款之执行。经过2个月追查，检方查到认定进口假卖含苏丹红色素番姜粉的丁赞加工等6间公司涉嫌违反食安法，对因提起公诉，高见且告扣2亿罚金。集团负责人姓李被告、丁赞名义负责人姓吴被告等涉案人员，也分别涉犯食安法诈欺甲洗钱防治法方起诉。姓李负责人伫中国负责生产业务的阿兄是发布通缉。我不清楚嘞。刚刚你跟我讲才知道，一切就交给他的委任律师在处理啊，我们无从而知啊。来到丁赞富山2间涉案公司的登记地址，卡板已经摕落来，面对姓李负责人方起诉，甲下昼4点半调过的接押庭，加速低调无愿意加讲苏丹红事件要有案挂案。检方发现因强调台湾制造果未和病毒的泡沫辣粉，也是来自中国。依食安法第28条的部分标示不实，然后它是可以处释到400万的罚款。丁赞公司因为产品验出苏丹红等，3月到达已经获高市府裁罚总计8172万。另外，泡沫辣粉因为公司登记地伫台北，卫生局表示会邀请台北卫生局做后手裁处。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最近天气开始烦热，就要注意食食的问题。这新北市私立的鲁德国际学校，因初亲的带5年的学生去到台中的新社参加农会所举办的食农教育，敢若是发生这食物中毒事件。到单呢是有140个老师和学生身体不爽快，其中有4个人住院。就连农会迄边也有7、8个人出现这款的镜头，因就伫咧怀疑讲，敢是这中昼的便当出问题。台中市已经要求业者暂停营业，也把这物件送去化验。囡仔欢喜体验手做课程，新北私立鲁德国际学校小学部262个师生5月初7去台中新社进行农会举办的食农教育，而且用餐。不过，在这个活动结束了后，身体开始无爽快，就连迄天有参加活动的新社区农会总干事，身体嘛有各样。就是全身酸痛，然后稍微发烧，然后拉肚子这样，异状吃的时候都不觉得有异状哎。精神是还好，他这么因为是发烧啊、上吐下泻这样。学校统计到5月初9，已经有140个师生涂家了，其中4个学生也搁伫咧住院观察。农会嘛有7、8个人员有镜头。负责主办的新社区农会表示，师生迄天的食农教育有家己做吹软，有20个学生无参与这项活动，身体嘛有状况，怀疑问题不是伫咧吹软，是厂商提供的产品。他很正是他亲自当场做、当场蒸，经过高温的蒸煮，所以它不是像餐盒是别人准备的，完全不是，因为他还有晚餐的问题，还有陆续有行程去摆铺装，是，所以说都是我的问题吗？其实说真，我对我有信心。农会表示讲，迄天分做2批出餐，用餐的时拢无各样，到底是倒一部分出问题，也该厘清。台中市食安处嘛派人去厂商作业的场所稽查，发现有缺失，已经要求业者复查合约进程，停止出餐。责令业者暂停作业及进行消毒，复查未合格前不得供餐。
台中市县署表示，检体经送验，按算上近2礼拜后有初步结果。若是验到病原菌，会使依照违反宪法处罚；若是甲人体验到同款的病原菌，会移送司法侦办。记者台中报道。伫咧花莲七星潭，最近有一种鱼啊，叫做水尖，也人个叫做是下架的这鱼呢，是当咧大出。不过最近有民众检举讲，有真侪这水尖的鱼头，放钓起来了后，水甲斩掉，拼伫咧海波顶头。那这臭臭味影响到观光，水尖的喙是尖尖的，才有可能去拄到游客。花莲观光有名景点七星潭海边，也未落山步就已经闻到臭味，原因就是海华山顶悬出现真侪水尖的鱼头，附近人拢讲是钓鱼人捉落来拼伫食。有人是钓了就在这个地方现场就处理，把想要吃的带回去。但是这个味道，对，在海边其实这个是对游客来讲的话，味道是蛮重的。另外，水尖鱼的喙真尖，偏伫观光重点所在七星潭海波顶悬，过去都游客被擦掉，结果感染飞结下混鱼杆菌。水真的那个嘴巴，它非常的尖，非常刺。如果游客吃到的话，哈，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就是因为它是丢弃在那边会产生一些细菌嘛。所以我们倒是认为这个是很不应该，也不道德的事情。水尖是台湾东部海峡常常看到的鱼，春夏期间大出，因为鱼头较无价值，有的人就将头剁落来拼掉，炒走鱼身，不过安尼已经犯法。废弃物清理法的第27条，动物尸体随意弃置的话，没有把它放在废弃物的储存的设施的里面的话，这是有1200到6000块的罚款。若是水尖鱼头黑白片现场，还佫有真侪钓鱼人留落来粪扫。伫当了后，花莲真需要观光客时阵，无公德心的做法引起争议。环保局表示会加强暗时的巡逻，佮请安全单位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红日做是国定古迹的高雄大树旧铁桥，因过是亚洲上界长的一个铁桥。不过自从800风灾园区重新整修了后，到今游客是减少真侪，甚至连这游客中心唯一一间的店家也讲，这租约到期啊，无要搁再租啊。是政府表示讲，未来会伫咧这些所在举办活动，带动地方的观光。下晡时啊，来到高雄大树旧铁桥，桥顶拢无人，来佚佗游客嘛讲，确实有淡薄仔稀微。旧铁桥唯一的单位，甲物件摆甲满，煞拢无人起来交管。头家娘讲，过去甲即卖人调是差真济，过去一个月营业经验上无有10万，即卖是剩无一半。今年6月租约就要到期，因就无要继续租。疫情期间吼，敢若个感觉有人会来遮透气。然后开放了以后，游览车也不见了，就是一天大概都一组的那个日本客。主要蒙面吧，你若讲这边用较好，甲用足光的，安尼感觉到讲，这个成一个景点。路标你无清楚，你无法度来像阮拄啊，我唔知影活日来搁西伫社区去。高雄旧铁桥是国定古迹，伫1913年完工，有1526公尺长。过去捌是亚洲上长的铁桥。水利局表示讲，过去因为800水灾，园区拢互破坏。重建了后，广场湿地已经恢复原样。等游客中心的厂商合约到期，未来重新招标，会串联公所做伙整修。招标了后，新的厂商入来进行完的做一个门面拉皮嘛，油漆。来整修，对游客中心做一连串的整修，然后结合当地的农民，会举办一些相关的市集活动。目前高屏溪旧铁桥管理单位真济，桥体是都发局，湿地公园是水利局，游客中心是区公所管理。观光局表示讲，今年规划要伫遮办活动，毋望会当带动观光人潮。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就算路头钓碗，也是爱互学生囡仔学习圆满。嘉义梅山的瑞丰国小是伫咧海拔1100公尺的特殊偏远学校，全校只有24个学生囡仔尔。台中教育大学本创客3位学生用瑞丰在地特色去设计课程，那教囡仔艺术创作，佮做伙办展览，要互众人来认捌瑞丰这个所在。
上课的老师放声音，让囡仔用笔甲想到的物件画出来，边仔个画图、大纸的艺术课程。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文创系学生去嘉义县梅山乡的瑞丰国小，用艺术工作坊的方式，或者学生囡仔用艺术创作消解因大的所在。透过就是观察你身边生活中可能稀松平常的事情，然后可能会发现说，我生活的地方这么有趣，我生活的地方很特别。囡仔的画图，伊的图画吼，本来看起来无啥物，经过宗教大。因遮团队的设计，拢变做真水的作品啦。这个工作坊为去年8月开始规划，19位瑞丰国小的学生甲这个计划团队共同创作。学生囡仔变做小小设计师，甲瑞丰的地景、产业、佮山处郊外的自然保育，拢用艺术的角度呈现出来，办展览等互大家欣赏。因为我们感受到，我们要做一个最有意义的迄毕业专题，所以阮就寒假的期间就到瑞丰国小安尼做有感采集工作坊，互因用无共款的角度，用听的用感受的去感受伊的家乡的美丽安尼。这个意义是讲，我对小学生的一寡伊的作品，伊的作品要安怎互大家看会到，再过来就是你大学生要安怎甲这个作品。变啊足水、足美丽，而且做创意，因为这物件拢是爱有想法的。计划团队表示，瑞丰国小是特殊偏远的国小，一寡美学教育的资源较无济，透过这个工作坊的课程甲展览，唔但互囡仔伫参与的过程中学习，嘛培养因对在地认同甲自信。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明仔载开幕，这也是头一届甲文化部共同主办一个特展区。这回有展览到咱台湾中生代艺术家的作品，希望互国内外观众通好熟悉这艺术品，熟悉台湾。特展人也讲，伫咧准备过程都去撞到花莲大地动，这届展览也有加入地动，也有花莲元素，希望透过艺术作品传达对台湾这片土地关怀。那是个背景配上土色的主体，这是花莲出世的艺术家苏武心针对苏花公路开发的历史创作的作品。这是花莲出生的艺术家苏宇心，他在2022年做的一系列关于苏花公路它19世纪以来开发的历史，所以你会看到它里面的一些色粉，一些黄色，它其实是用樟木去调制成的色粉，那以及有一些火药的原料，它可以制作成一个里面的一些橙色。另外，这个作品是用芳石啊、用春的心来讲台湾过去纺织业发达的历史。他收集了很多不同时代的这个就是选，一直到最下面那个是2000年的，是对，所以他是透过这样去讲历史。这些拢是当咧台北当地艺术博览会中，甲文化部做伙主办的展区展出中的作品。这个展览虽然原底就是以环境为主题，但是因为准备的过程中，台湾发生花莲大地震，4位展览规划人是自安尼个特别加入甲地震花莲有关的作品，透过艺术展出来传达对台湾这块土地的关怀。正好我们去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有发生花莲的这个大地震，然后大家感觉到我们必须要做出回应，所以他们会特意去找一些花莲出生或者在花莲工作的艺术家，不是全部但是有一部分，甚至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和花莲的这个自然生态有关系。使用济无共创作每材艺术品，主题对环境甲历史拢看会到。考虑普同时，这款内容拢是透过文字来展现。这届的展览是希望会当透过声音、影像、图画，甚至是亲像石头这款的自然媒材，互民众会当透过身躯的感觉，中心熟悉嘛，中心思考发生伫咧咱身躯边的代志，甲家己的关系。记者柯山台北报道。台湾人爱啉咖啡，一年大概啉28.51杯咖啡。那剩的咖啡泡当作粪扫拼掉，对环境是造成真大负担。彰化县着国校利用这咖啡泡来做蚊仔香，唔但环保，佫会当消灭蚊虫。这项成果也摕到今年教育部环境教育实作竞赛冠军。学生囡仔甲咖啡泡、香、天然的凉粉淋做伙，佮加入水暖暖，这就是做蚊仔香的原料。彰化县花坛乡的文昌国小长期推动环境教育，今年为食物产生的粪扫做主题，利用咖啡泡、黄豆泡、
地坡做天然的蚊仔香，也摕到教育部第6届环境教育实作竞赛的冠军。因为这粪扫、这坡，若等落去焚化炉，拢是造成焚化炉的负担，甲产生一寡污染，所以阮就想着讲，咱是毋是会当用这来制作蚊仔香？文昌国小表示，台湾一工产生大约30吨的咖啡泡，制作蚊仔香到近半年外，消化500公斤左右的咖啡泡。学生亲自动手，也更加知影做环保爱地球的重要。咱的咖啡泡就是就近的迄个 7吼，这种便利商店，咱去遐甲因摕来的，咱会甲拍打来用吼。那目前来讲，咱来估计应该有500公斤的这个咖啡泡来使用量啊。这个课程若有环保的知识，阁会当家己动手做，这是我感觉上趣味的代志。非常的有成就感啊，因为会使减拽就是食品废弃物的物件进焚化炉产生的2氧化碳问题。学校表示，学生用2-3个月时间，才成功研究出天然蚊仔香的原料比例，嘛有去社区、农会这个所在推广，乃当减少粪扫的量，做出来蚊仔香，可以当消灭蚊虫，1减2个。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听人讲，未食5日这一站破休是唔甘放，带观众朋友做来关心天气。讲到明仔载开始呢，这东北季风减弱，全台湾各地头拢是好天到烧热天气。敢若这东部、东南部可能会落阵雨。也讲到这款的好天气会一直维持到拜六。不过礼拜开始呢，又有锋面接近，到时会变天，气温会搁再热。也若中部以北呢，也个东北部将有可能会落大雨。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佗的所在是桥，这个桥人拢讲大便的女郎。你看伊下骹就是水内底的水但是做桥，敢若双龙同款飞上天。那么我上。